台語現代詩選第7月16正式出版，當中有收105位詩人的詩。編者李美清就講，內面選用教育部推薦台語漢字甲台語重新修編，降低閱讀的難度，讓一般讀者也會當親近台語詩。編者表示講，除了推廣台語文學，也毋忘帶動客語也個原住民語文學的發展。迄一日，海湧起聖地，出手將阿嬤的愛車落海底。阿嬤只是恬恬坐佇海墘，用目屎參與心愛的人講話。甲愛伊寄託佇深海，這首收視海記是40多歲陳庭宣創作的台語詩，作品就收佇李美清編選的台語現代詩選內底。當年研究台語文學學者李美清，甲包括戰前蔡培火熱河的詩，到2020年後溫灼橋的詩，攏收佇新出版的台語現代詩選內底。希望帶讀者重新認捌台語詩的文學發展。定下一個成果出來，這嘛會當帶動客語，也是講原住民語誒母語的書寫。刷來的台灣文學，咱講導引高雄台灣的文學，就真正會當去甲大家講，咱真正是足多樣，毋是單一的語言。台語現代詩選攏總收錄105位詩人甲詩作，用教育部推薦台語用字甲台語重新編修，降低閱讀的難度，互一般讀者嘛會當親近台語詩。出版社表示，這擺重新編的詩選，除了經歷100多年的文學發展，嘛希望互愈濟人了解台語文學有濟出著的作品。甲台語文學的歷史重新展現，互大家看以外，嘛希望透過這3本文選內底所要表現的一寡價值觀、審美的觀點，認捌到台語文學到底是叨位厲害，吼叨位水開。出版社進前嘛出版過台語現代小說甲散文，即馬甲台語詩選上尾一個鬥起來，呈現台語文學豐富的背底，互讀者看到累積100多年來台語文學的成果。記者郭志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